欢迎订阅，然后按社群，在社群里面呢，分享很多好的资源，按显示完整内容，很多好的资源呢累积起来，很多好的资源，影片标题还有网址，一点按就会连接到那个影片，欢迎善用。知识就是力量，好学近乎智啊，广学多闻啊，增长智慧，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啊。博学之学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啊。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学规，你看，宁静致远啊，非静未成学，非淡泊未明志啊。广学多闻，增长智慧啊。非学未广才啊。内容丰富啊，欢迎看这个社群分享。要经营频道一段日子哦，可能要达到多少的订阅人数啊，才能够有这个社群这个按钮，才能够跟粉丝分享这个好的资源。菩萨要广学五明之学，医学的一方面，科学的工巧明，语文学的声明，理哲学逻辑推理的理哲学因明，原因的因明，还有佛学宗教哲学内明，内在心性良知那个内明，有一方面有工巧明，有声明，声音的声，念咒语那个是声明。然后逻辑推理那个是因明，最重要内在心性悟道呢，然后内明。所以有各种综合的啦，综合内容的啦，社群呢分享的是综合的内容。你看种菜种水果的也有，老师的话音端硬碟下载的也有，戏剧类的、民间故事的，你看都有。音乐呢，你看武术功夫的，养生的等等，养生的你看都有。还有网络使用技术的心得分享，内容很多了